伫迄份2天住院检查，大部分无问题的市长黄伟哲，伫出院的头一件代志，就是关心民生的物资。上午伫警发局长陈凯琳甲消保官的陪同，前往大卖场来视察。虽然目前国内原物料有起价，不过消费者嘛用的选择较平价，或者是起较少的物品来消费。事实上，在美国，消费者物价指数已经连3个月高达5%的涨幅。那在台湾大概2%点多左右，但是民众已经会有感受到日常的生活物资，尤其是食品有一些上涨。那但是我们今天来看，希望说消费者还是在可以选择的范围内，尽量可以选择没有上涨或上涨幅度比较低的。那这个包括2个，第一个是店家自己的一个平价专区，第二个是因应中央经济部所标定的17种这个物品民生相关的物品的这个平价专区，所以说有两种选择。那尤其我们还是呼吁民众不必这个囤积啦也不必这个抢购，为什么呢？民生物资事实上有些食材的部分是有效期比较短的，那有些非食材的部分其实坦白讲那个还可以用很久，那所以说我们还是希望说大家觉得自己合用的自己想用到的买就可以了，不必囤积。业者表示，为了对抗通膨，卖场内面嘛设有平价专区，甲安心价的优惠，希望民众唔免来烦恼。今天市长的话，主要还是针对我们的物资的部分做一个询问，然后市长刚刚的状况，他还是非常的在意整个物资的状况，然后就跟他说明我们有所谓的抗涨省更多专区，还有卖场内有许多的安心价，以及搭配很多的一些优惠活动，民众不用太担心物资的上涨，可以搭配这些活动，取得一个很好的一个价格，这样子。伫个视察过程，因为市长拄好做完身体检查出院，侪媒体甲民众也是关心市长的身体状况。市长表示，除了体重有减轻以外，其他大部分拢无问题。至于心律不整的部分，佫需要来查原因。大概是礼拜天这个早上跑完行程，要准备去搭高铁的时候，突然觉得很胸闷胸痛。因为我们也常常看到我们周边的人有一些类似的胸痛的症状，然后忽略它，以为自己会好，然后到时候等到这个大病来的时候，就一下子就走了。我们还是就先去看一个医生，本来想说看完医生后可以的话，就再继续搭高铁。那但医生是嘱咐我们多留下来多检查，要详细检查。那目前为止检查的部分在心血管的部分是还好，那可能有一些小的心律不整，那心律不整还要再看这个原因因为原因很多元，毕竟我不是专业。另外消化道的肝胆肠胃的部分医生也说，那既然来了这个你平常有这样子的一个有一些痛的症状，那去检查。目前为止，检查起来超音波照起来也还好。刚才在卖场遇见市长市长的气色有好了些，但是我还是希望说市长要保重自己的身体，那为全台南市民的各方面把关。辛苦市长了。针对社会大众的关心，市长除了表示歹势以外，伫恢复健康以后，市长表示，平时的重点也是放伫市政。至于假日时除了注意家己的健康，目前嘛会走公投的场次，等待12月18公投结束，回归正常的市政为重。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